俗语摕来谈，深色趣味是有内涵。欢迎收看《报道歌丁》，我是林显元。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台湾这块土地的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。报道歌丁要用台湾俗语带乡亲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。俗语伫咧讲：100二坎仔爬上摆，路上岭顶滑落来。一摆无死上加载，后摆唔敢对遮来。啊，俗语是咧讲啥物啊？伊的意思吼是咧描写着即个讨海人艰苦的生活。啊，到底有偌尔啊艰苦呢？咱咧听故事进前吼，大家先做伙来去看海、看海。台湾是一个海洋岛屿。形成的过程，参海洋互相牵绊，所以讲，一个岛屿的人民挖海食海，形成特殊的海洋文化。台湾四面环海，海岸线的沿路的地形风景变化有够多。有一个人，伊就用57天，双脚驶台湾本岛的海岸线。1200公里长，脚踏土地，亲近大海，甲海洋交陪做朋友。伊是郭兆伟，自2008年开始，一个人行路驶海岸线，而且连续10担举办小招大家同齐行路环岛，豆豆仔行，豆豆仔欣赏海岸线的水。豆豆仔熟悉台湾本岛海洋的故事。咱台湾四面环海，有1500公里的这个海岸线。咱定咧讲，咱台湾人啊是这个海岛的民族，但是事实上，咱对这个海洋的了解到底有偌济呢？我唔管你了解有偌济，但是咱今仔日吼有一个人，伊对海洋真深的了解，伊吼用一双脚吐规台湾，安尼一步一脚印，行遍咱台湾所有的海洋的所在。今仔日这位呢，伊嘛真有这个机缘来到咱现场，伊拄行到咱遮啦，所以讲咱把握这个机会，甲请到现场来。这位就是咱的郭兆伟先生，咱来欢迎阿伟啊！主持人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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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哦，我看你安尼规身躯的装备吼，我对你足敬佩的呢。无。有影呢，这真重吼，这差不多有几公斤啦？差不多20。20？嘿。啊，你们有哪个派一个囡仔伫咧身躯顶管？差不多。啊，你即马是这个咱台湾的这个海洋环境教育的这个理事长嘛，协会的理事长吼。啊，咱来甲你请教吼，你对这个海洋哦，这真有兴趣。2008年开始，啊，你就一个人对无？开始用你一双脚，安尼一步一脚印，开始去行咱全台湾的这个海洋，拢行透透。啊，听讲你是唔若行一遍，你行几多遍？到即马行6遍。6遍。所以讲，若是台湾的这个海岸线有1500公里，啊，你行6遍，啊，你就差不多有几公里？9000公里啊！9000公里要挖10000公里啊！哦，这个无简单呢，这真厉害呢！啊，你是安怎吼？你会去想到讲，人拢是一般吼，即摆真时间拢骑这个空运车吼去环岛嘛。啊，你是安怎是用你的双脚一步一步去环海啊？这个到底是啥物款的这个动机，互你有这个理由开始做这件代志？我以前读册的时阵啊，我是研究迄绿蜥龟的。哦，龟啊啦。龟啊，海龟啊。海龟。嘿，我伫咧拿书研究海龟。啊，研究海龟的时阵就感觉讲，台湾的海洋的故事真多。是啊。然后不只是海龟，啊，其他的鱼啊啦、螃蟹啦，吼，还是咱土地顶毛蟹啦、金马啦，这吼。对，有足侪故事的，生物的故事真趣味，然后文化的故事嘛真趣味，然后产业的故事嘛真趣味，所以我学校毕业以后，我就想讲，我要做这海洋教育、海洋教育，想要好好来做。那但是要好好来做，我是读绿蜥龟，我就会晓就是绿蜥龟尔，啊，其他我袂晓，所以我就想讲，若是我有这个机缘，我会当行海岸安尼行一年，啊，是毋是把全台湾的海边啊发生的代志拢知影？是，吼啊，应该是有愈侪故事会当讲啊。是啊，但是吼，较好奇的所在嘛是头拄啊迄个啊，你就是人拢用骑车的。啊，你用脚去步练吼，啊，人讲咧讲坐11号公车吼，你两支脚安尼，敢若那个地安尼起托安尼咧行吼，
这个过程中间吼，你有感觉到讲，除了了解咱台湾海洋的这个文化吼，这个生物啊、动物啊，其实这个人情味吼，你有啥物款的感受？你行的路上，你拢是一个人咧行嘛，吼一个人咧行这个过程中间，你有遇到什么人哦？互你感受到讲咱台湾人吼，较特别的所在，甲别人较无共的所在。有啊，我今开始是两个啦，我甲一个朋友两个人，第一年就两个做伴，加一年啊，后来拢是办活动啊，所以人都足济，一天会当甲100个人啊。哦，所以是哪行哪讲哪分享啊，吼，哪讲海岸的故事安尼。是啊，真正有拄着一届吼，互阮印象是足深的。迄届吼，阮行路行到屏东的满洲。满洲，满洲，行到满洲遐。迄天阮住咧满洲的国中，啊，结果吼，差不多4、5点的时阵，哦，啊，那个参务的伙伴吼，一个转来，啊，有几个转来的时阵哦，恁害呢，甲咧啉酒醉安尼。我就讲，恁这行路，恁是去倒位？为啥物敢若拢每一个拢安尼马西？对，伊讲无啦，阮拄则吼，只是吼，行路行到一半，喙焦，啊，喙焦要去边仔一间店。讨水来啉，结果迄阵差不多下晡3点，迄个头家哦，搁咧食中昼，中昼要食了啊，但是看到一群人安尼冲来，然后就讲，恁是咧创啥？嘿，恁咧行海边啊，咧环岛，恁是在咱台湾的海岸咧做教育哦。哎呦，来，请坐，啊，某啊，紧嘞，那个。菜啊，继续去炒，然后所以菜继续炒，啊酒就一种搬出来，然后伊互我看相片，伊讲哦，迄差不多有10几种的烧酒啦，是，然后所以每一个人拢啉甲安尼，马西安尼，所以讲这就是酒味、人情味。无。然后迄个大哥吼，迄个头家就甲伊问讲，恁咧行路环岛，恁下暗你住倒？伊讲满洲的国中，伊讲好，恁有几个人？我来送宵夜，送点心。然后买啦，大哥，我有40个人，安尼伤济。伊讲无要紧，40个就40个，伊煮绿豆汤。然后结果吼，阮想到食。40个人份的绿豆汤，啊20个人就食了啊。另外一半的人无物件好食，然后迄个头家吼就歹势，伊讲恁明仔载到倒，我继续送点心互恁。真的哦。就为迄天开始，连续4天送点心来互阮。结果连续4天，阮的行程是一直往前，继续行。每一天行20到30 km，所以4天以后已经行100几路以外，那个已经开车要开1个多小时，点外钟的时间，结果伊真正使点外钟，然后送绿豆蒜来阮食，绿豆蒜嘿，然后阮食个是足感恩的，但是阮甲伊讲，大哥，感谢你这4天甲阮的照顾，但是我真正吼要问你一句。阮素昧平生，素昧平生。哦，啊，你为什么要对阮这么好？迄个头家讲，伊感觉吼，全台湾啊，上珍贵的就是人情味。是。啊，伊足希望的，因囝以后大汉以后，佫会当享受到台湾的人情味。我自细汉哦，看到海产拢是倒伫迄个大头进前的，唔是活跳跳的吼。人讲迄个活鱼吼、活金嘛，我根本都捌看过讲迄个金啊咧活的时阵是啥物款。所以讲吼，有真侪这个过程中间，我相信，因为你对海洋有了解嘛吼，你头拄仔讲到真侪这个动物啊、海洋的这个生物吼，文化除了是人甲人之间、甲人甲动物甲自然嘛，这个自然中间吼。听讲你伫这个过程中间有收集了真侪关于着这个念谣，是甲咱海洋有关系啊。你会讲甲咱台差不多念差不多1%、2%，互咱了解一下无？好啊，有一条感觉足古锥的，迄是我伫咧平湖时阵我听到的，伊嘛叫做天乌乌，来，伊是安尼念。天乌乌要落雨，海翁带丁香要做某，海鸟是媒人婆，海龟送礼大乞讨，真坎车。结破果，海市分水妙妙啵，杀民夜期叫艰苦，虎符红拍拍，牵丝做网打，明年互你生一个叫阿爸。
叫阿爸。嘿听讲这个有另外一个版本嘛，对吧？另外，其实这真新鲜咧，内底吼都是真侪我这个都市囡仔唔知的物件。可比讲你也就会讲迄个丁香啦，丁香是啥物啊？丁香是丁香鱼啊，小小的丁香鱼，这么大而已啊。啊，海昂是金鱼嘛？一共海昂就是金鱼。海昂带丁香要做某，一只大金鱼是怎么可能找丁香这么小当老婆？所以这条两爻我感觉就高追的，他把不可能的代志啊到做伙，对，就做趣味的。哎，当然啦吼。我最后吼，我想讲要把握时间来请教阿伟啊吼，就是讲咱吼伫人甲人之间吼，人甲这个自然之间吼，咱是安怎甲这个海洋啦，好好来甲伊做朋友。我感觉阮选的这个方法，就是行海岸咧环岛这个方法是足简单、足方便的，足方便的。因为吼，你看，要行海边啊环岛，第一爱有一双鞋啊，第二。炸你的水，一点仔水，然后炸一寡要食的物件，安尼就会知啊。伫咱台湾幸福的所在，就是阮的交通建设，足方便的。你坐公车、坐火车，若是你步练，拢会使去海边啊，拢足近的。其实在海边发生的代志，有啥物故事、人文的故事、文化的故事啊、生物的故事，然后以前是啥物原住民住伫遮，啊，伊是安怎过生活？其实是了解这祖先伫海边啊发生的代志，就足趣味的。是，所以这足方便。是吼，当然今仔日有真侪话题讲袂完吼，但是因为时间有限，伊搁继续去环岛啦吼，所以讲呢，咱就小约。日后呢，若有迄个机会吼，你若要去环岛，你来招咧，咱就招万人啊、千万人吼，咱2000万人啊，拢来去甲台湾环岛，来去环海，去了解讲咱这海洋文化甲咱之间的关系。会记哦，海洋做朋友，咱一定爱尊重咱的自然。好，感恩阿伟啊，感恩，谢谢。报道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若是知愈侪，捌愈深，对咱台湾就会疼入心。北海岸经过板块运动，造成特殊的生态环境地质景观。金宝里的跳礁海岸，就安尼所来造成的。伫淡金公路还未开通进前，一个海岸地形真险恶，罕有人伫遮行踏。所以讲，久长以来伫遮咧捡皮仔的海女，因着见证跳礁海岸环境的变化。较早皮仔大个，啊，搁快土，搁济。你若像安尼，即摆安尼哦，甲暗水田内吼，吐水田内的时候，要吐3-4斤啊，那1点钟久吐差不多2斤有啦。啊，即摆你吐甲水田甲内底入来吼，你要吐2斤足困难。我们今天要上的是鱼路古道的户外课。那鱼路古道的起点是在这边，这是什么？知道吗？知不知道？好，制冰厂哦，这是我们鱼路古道的起点。那早期这个地方路没有那么大，哦，一点点而已。而且这个挡土墙，它不是用这个水泥做的，而且都是用什么？离跳礁海岸无偌远的大鱼仔路，也就是鱼路古道，这个所在较早是金宝里的渔民搭鱼货到树林买卖的重要道路。好。老师讲要互恁搭鱼仔做体验，正边呢就是正手头前安尼，取中心点起来，啊，这样就好了，了解。好，行倒起来，好，对，啊，轻轻啊放。迄是阮阿爸伊担有法的，遐树林甲叫做即个草山有熟识朋友，遐毋着欠鱼仔哩，迄久伫空手较无当摕，咱若有海鱼仔钓几10斤啊，伊家己拄好担，担过草山去，互遐朋友，遐
算敢若讲哦，你像厝边啊啥来，啊一人欠2斤3斤，啊大家分分的，安尼卖，啊就搁转来安尼。差不多，咱遮若超10点去到遐，安尼差不多半暝过3、4点。若惊伊讲好做警察会来掠，伊留啊闪去掠。卖鱼哦，卖鱼哦，有人要买鱼啊无？哎呀，真青的，哎，规身紧的啦，我足重的，紧的买袂堪的紧的哦，有影重的哦，想影有重。这半暝啊走私实在是真困难啦吼，啊嘛真有风险啦吼。我拄则对这个鱼螺骨头吼，打来到遮，有影这摊歹趁呢。唉，咱今仔日吼要了解到鱼螺骨头，咱就来欢迎到咱的文史甲环保的工作者郭庆林郭老师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老师啊，我今日打这打，我才知影讲有遐讨海人真辛苦啊！为什么吼半暝啊一定要半暝来打？啊，听讲这走私对无？是啊，想哪会走私啊？以早咱地方有一句谚语讲，2顿青1顿煎呐。2顿青1顿煎。嘿。什么意思啊？青毋是青草的青吼。是。因为咱鱼咯吼，你打鱼啊的时阵是伫咱日据时代吼，南太平洋战争。是。啊，当时咱迄个鱼甲肉拢关济。哦，是安尼。是。莫怪，半暝啊，偷偷来问贵生，你要买无？是吼。所以你拄爱发甲伤大声。有影吗？南面就叫日本。所以我应该毋是即马坐伫遮吼，应该是坐伫另外一位。是。免遐大声，安尼较细声。其实有当时啊，佫连声拢无对无？对。拢爱偷偷啊打，因拢普通吼，暗时啊7、8点。7、8点。嘿，啊嘛火嘛毋敢点倒。是。啊有当时啊烧少2、3个啊，啊就开始偷偷啊行。是。爱闪迄个派出所。是。啊，莫互警察知影安尼。所以毋才好做1顿青。2顿青。2顿青。啊。1顿煎。1顿煎。因为差不多7、8点若行到咱山地哦这边来，差不多12点啊。是。啊，12点有当时啊，若讲有朋友就去朋友厝的，啊若无就是住在人民之卡，住啊温到透早，差不多4点外啊，就爱搁开始起来。是。可能有当爱搁打树林啊，倒位。这样诶。打卖，卖完了后，可能会去买一寡。看季节啦，好比讲热天就冷饮，是冬天有迄个通柑。了解，所以讲，那是卖鱼啦，所有的咁，可比讲什么生活的杂货啦、水果啊，这些拢会当。拢会使。所以讲，唔是讲有一个误解，讲啊，鱼咯骨头就是干那咧卖鱼。不止，其实不止，是一个无益。是。交通。对，当时这个物质管制其实到尾啊。家己日本人家己去研究，这是唔对的，大错误的一个政策。是安怎讲？因为所有的人拢无法度食到青的物件。安尼颠倒对身体无好。是。所以当时因为咱嘛无啥物冷冻设施，嘛无冰格，所以大家就会偷买，包括日本人嘛爱偷买。是，家己嘛爱偷买啦。是。所以拄啊像你安尼打，伊若打到位，拢唔敢发。用讲门是。阮遐有做对户口啦。对户口。因为这拢你的客户，是一间一间去问，是。即嘛要买的人，伊就可能摕一个碗公，是。是一个桶出来递安尼。因普通你打一瓶拢差不多40斤。40斤。拢总80斤。大斤。所以若讲到中昼天足热，就敢若像你煎，你鼎内底你煎啦。是。所以讲有做2顿青。2顿是暗时啊，2顿啦，就是2顿，看到2顿，迄个时间的天气就差不多2顿的时间。对。1顿煎就是顿起的时阵，迄透中昼，所以讲迄中昼顿的时阵，就顶煎下晡安尼。是。佫有啥物俗语，甲这生活啦，或者是这讨海较有关系？是。你讲若鱼路较代表性因为鱼路早期你清朝伊叫做大路，叫做金包里大路。金包里。当时。你清朝的时阵，咱台北州，还是你清朝的时阵，伊对外有6条大路，6条，6条细路，金包里大路是其中1条，是，所以伊当阵有一句就讲草山风，得到5号金包里大路，
金包里大路讲的就是西路。西路嘿吼，就是金包里是什么所在？金包里其实是早期金山吼的地号名。是金山遐共款是咱北部族凯达格兰族内底一支或者巴扎这个族群。啊，当时有金包里大社，因规个社拢伫遐。是啊，这条鱼路其实伫清朝进前，原住民就是用这条路，金包里社，甲咱这边树林的北投社、马少王社，因联络，也是讲寄带，是，吼，也是讲狩猎采集的一条路。是。啊，慢慢因为时代一直改变，改变了，因为可能有搭流行的路，是搭地米的路，是搭鱼仔的路，甚至还有搭咱蓝日用的迄个大清的路。所以讲，这个鱼路，咱头拄啊，这首俗语吼，来俗眼呐，咱会当听到讲，伊经过的所在嘛，吼，咱要对金包里大路出发，吼，开始行，啊，就会行经过这个德甲湖，吼，啊，才行到草山，对，吼，啊，草山过落来是倒位啊？伊普通啦，咱即马正确的路是爱行到咱天母，天母，嘿，就是天母了有一条水公路，迄条就是鱼路古道。啊，佫有其他关于着这个较有深色的，或者是讲较有特殊的一寡俗语。有一条真趣味啦，嘿，较深色的。因为鱼路有一段吼，就是为金山过北沿啊，吼，啊要去你咱擎天岗，迄叫做大岭。是大岭。嘿，要去你大岭进前有一段吼。叫做百里坎嘛，啊，迄个所在，咱普通拢，阮遐人拢叫做跋死狗岭。跋死狗岭。原因就是讲连狗仔拢会跋死的所在。狗仔已经真狗啊，真强啊，到尾连狗仔拢会跋倒的、跋死的，所以讲人就更何况讲人咧。因为伊迄个行道吼，拢差不多有75度以上啊。75度。嘿，啊爱担拄啊你迄哦，安尼担。安尼我无法度，咱拄则讲到关于着咱讲。这拍俗语，好，讲百里坎啊爬上界，路中路上岭顶跋落来，即摆无死上加载，后届唔敢对遮来。啊，无对遮来要对倒去？会行北条路。行北条路，啊，毋是爱坐足远的。是。啊，即摆无死上加载，后摆唔敢对遮来。是。哎呀，你看这鱼路古道吼，这路有影是艰苦啦吼。所以讲吼，咱透过这个俗语、俗言、四句联，咱会当去了解着讲吼，咱这海洋的文化啦，咱台湾的海洋是遮尔啊水，搁遮尔啊有内容甲意义。所以讲吼，大家有闲的时阵哦，唔通咧袂记咧讲爱亲近咱的海洋，将咱海洋的文化搁较发扬光大。今仔日真欢喜，嘛真感恩着文史环保工作者郭庆老师来到现场分享，感谢老师。谢谢主持人。时间真紧，着一空暂暂，是分开着真不甘。大家若是无期限，伊咱后礼拜才过来谈嘛，才过来谈。报道歌顶用台湾俗语甲故事甲乡亲来博感情。后礼拜，请准时继续收看《报道歌顶》。